60秒藝術的故事啊，喬式主義係16世紀歐洲嘅藝術運動啊。簡單嚟講就係偏離咗文藝復興嘅和諧對稱。佢將文藝復興晚期嘅理想化身體，即係米高安哲羅嗰個創造亞當呢，就再勁扭，構圖人物背景呢都更加複雜，感覺呢係有啲怪異、誇張同埋扭曲嘅人物形態呢，奇異嘅姿勢，用嘅顏色呢豐富強烈。佢哋因為想將個空間呢更加多嘢玩啦。你覺得佢個透視呢基本上係正確嘅，但係又有啲奇怪。畫面上面嘅人物神情呢，多數係表現出緊張同埋情感嘅對立，可能有多少呢走過咗頭嘅。當你作為一個當時嘅畫家，面對係米高安哲羅嘅藝術高牆、動盪嘅社會，藝術家呢嘗試咧揾另外一條咧更加誇張嘅道路。之後嘅畫家呢，就將佢結合咗自然主義，就慢慢形成我哋見到嘅巴洛克風格。快啲將條片分享俾你中意藝術嘅朋友啦！